选一个茶农甲学校来合作，邀请学生来挽茶做茶，让学生认捌家乡茶米的文化。为着要让更加侪人熟悉民间乡的茶文化，民间乡一个茶农何大为透过国际交流计划，邀请在地上港的学生和明道大学的外国学生来到民间乡体验挽茶和做茶。一般喝茶的人大概只喝茶，也不晓得茶是怎么种。 茶是怎么生产管理？由茶厂的头家教大家变怎炒茶，现场还有准备现泡的茶米茶。外国学生拢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体验，拢想要带去故乡和处理的人分享。 在我们国家泰国也有这样茶园，但是没办法随时随地的进去体验这样。透过这款实农教育课，然后外国学生拢会当了解民间乡的茶文化。茶农何大为嘛讲，因会继续推广这有机生态茶园的好，让更加侪人知影茶米的知识。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